今日係復活節，當然係要講個復活節嘅信息。嗱，今日嘅題目係好有趣喎。今日嘅題目係叫做有關復活節，你想問又唔夠膽問嘅問題，或者你係唔好意思問嘅問題。嗱，究竟呢啲係乜嘢嘅問題呢？我哋一齊嚟睇睇，一共係有7個問題，我今日係會同大家嚟到分享。第一個問題係乜嘢啊？點解復活節唔係喺樹逾越節嚟到係舉行？第二個問題呢，復活節係咪源於俗世嘅節日？甚至有人話係咪源於邪教嘅節日？仲有第三呢，耶穌基督嘅死同埋復活係咪一個悲劇呢？第四，聖餐係咪源於最後嘅晚餐？第五個問題，耶穌基督嘅死同埋復活，究竟邊個喺處掌權？第六個問題，究竟耶穌基督係禮拜四為我哋釘十字架，定係禮拜五呢？第七個問題，我哋時時都聽見人哋話耶穌基督喺十架上有十架七言，究竟呢七言又係乜嘢呢？嗱，喺處回答第一個問題，就係復活節點解唔喺逾越節嚟到舉行？首先我哋要知道復活節同埋逾越節嘅關係。嗱，逾越節係乜嘢啊？係猶太人慶祝神帶領佢哋出埃及。喂，當時嘅埃及王法老王唔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所以神就降10災，而最後一災係擊殺長子。嗱，所有嘅長子都會被擊殺，除非你將羔羊嘅血游喺門框嘅上高，你嘅長子就能夠得到幸免。嗱，呢個就係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嘅預象。任何人接受耶穌基督嘅話，佢嘅寶血都會遮蓋我哋，以致我哋係能夠得到幸免，係嘛？我哋唔會得到神嘅審判。呢個就係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嘅預象。而耶穌基督真係喺處猶太人嘅尼散月14日，就係逾越節為我哋嚟到釘十字架。耶穌基督就係我哋逾越節嘅羔羊。嗱，呢個教導其實係貫徹新舊約，一早喺處舊約亞當犯罪之前，甚至可以講得係宇宙之先，神已經決定差派佢嘅獨生子嚟到世上，道成肉身，為我哋掛喺十字架上，為我哋嚟到贖罪。嗱，呢一個咁樣嘅預言，一早喺聖經入邊就有。由聖經入邊第一部書創世紀就講到3章15節，話女人嘅後裔要傷蛇嘅頭，蛇要傷女人後裔嘅腳。女人嘅後裔係邊個啊？係耶穌基督。蛇係邊個啊？係撒旦。點解女人嘅後裔要傷撒旦嘅頭啊？因為當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戰勝死亡，就係戰勝咗撒旦，所以要傷撒旦嘅頭。點解撒旦要傷耶穌基督嘅腳啊？等陣去到我呢篇道最後嘅時候，你哋就會見到釘十字架其實隻腳係好重要，支撐住成個身體嘅就係釘喺嗰隻腳嘅上高。嗱，呢個我哋等陣翻嚟係會睇呢一點。創世紀講到耶穌基督將會釘十字架戰勝撒旦。最後一部書呢，啟示錄13章第8節，使徒約翰點樣講啊？耶穌基督係創世以來被殺嘅羔羊，好清楚耶穌基督就係我哋代罪嘅羔羊。嗱，其實成個猶太人嘅獻祭系統都俾我哋見到係耶穌基督為我哋贖罪嘅預表。猶太人都知道贖罪一定要經過有犧牲品，一定要有祭物，為佢哋嚟到流血替佢哋贖罪。點解血咁重要要流血啊？因為利未記嘅17章11節講得好清楚，因為血入邊有生命，所以係能夠贖罪。
而其實亞伯拉罕獻以撒喺創世紀嘅22章，就係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成為我哋代罪羔羊嘅預演啊！點解我咁講啊？喺聖經入邊不斷咁講俾以色列人聽，你唔可以令到兒女經火，你唔可以獻你嘅仔女俾神。但係點解神突然間叫亞伯拉罕嚟到獻以撒啊？呢個係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嘅一個預演，一個預象。而亞伯拉罕相信，喺希伯來書入邊話俾我哋聽，亞伯拉罕相信，就算佢真係獻咗以撒，殺死以撒，神都會令佢復活。嗱，呢個就係復活嘅信息。我哋今日係復活節，係嘛？就係慶祝耶穌基督為我哋死而復活。所以我哋見到亞伯拉罕獻以撒成個過程都係有關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嘅預演。而亞伯拉罕叫佢獻以撒嘅地方叫做乜嘢啊？佢叫佢做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係乜嘢意思啊？就係耶和華必有預備。而喺度亞伯拉罕之後2000年，真係喺同一個地方，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一切控制喺神嘅手裏面。呢個就係我哋所信嘅永生嘅真神。仲有啊，神其實係將耶穌基督第一次嘅來臨同埋第二次嘅來臨放喺猶太人嘅節期嘅裏面。我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唔係我講嘅，係保羅喺哥羅西書嘅2章16至到17節係佢講。所有猶太人嘅月朔節期都係耶穌基督嘅影子。猶太人嘅節期有兩個重要嘅部分，一個係春季嘅節期，一個係秋季嘅節期。嗱，今日係講復活節，所以我淨係講春季嘅節期。春季嘅節期係以逾越節開始，猶太人嘅正月14日就係慶祝神帶領佢哋脫離埃及。嗱，佢哋要點樣嚟到慶祝啊？由第2日開始就係正月嘅15日開始食無酵餅，然後去到第一個主日就係初熟果子節。咁你話呢啲有咩嘅意思啊？第一個主日係乜嘢啊？就係初熟果子，就係慶祝耶穌基督嘅復活，佢就係成為我哋初熟嘅果子啊嘛。將來我哋每一個接受耶穌基督嘅人都會復活，耶穌基督就係我哋初熟嘅果子。咁你話點解要食無酵餅啊？無酵代表乜嘢啊？冇發酵，冇腐爛。耶穌基督為我哋死被埋葬，佢嘅身體唔會腐爛，第3日復活。嗱，呢一個完全都係預表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嗱，其實聖經入邊全部都係有關耶穌基督嘅經文，有好多舊約就係有關耶穌基督嘅預言，佢嘅預象。然後去到新約咧，佢自己嚟到世上成全呢啲嘅經文，有好多好多嘅經文，我都唔能夠一一咁寫晒出嚟，我會留喺個 PowerPoint 嗰度俾大家嚟到 download 嚟到睇。有先知書，有詩篇，當然新約4福音入邊全部都係有關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嚟到世上，唔係單單要成全幾節嘅經文，而係佢要成全晒所有聖經入邊所講，包括律法，包括獻祭嘅系統。而施洗約翰佢就明白呢一點，所以當佢介紹耶穌基督俾世人嘅時候，佢唔係話看啊，彌賽亞在這裏，佢講乜嘢啊？佢話看啊，神嘅羔羊除去世人嘅罪孽。約翰福音嘅1章29節。嗱，有咗呢啲嘅背景，我哋就可以翻嚟睇第一點，點解復活節唔喺逾越節嚟到舉行？其實復活節真係應該喺逾越節嚟到舉行，因為耶穌基督就係我哋代罪嘅羔羊。喺歷史當中，亦都有好多人堅持復活節一定要同猶太人嘅逾越節嚟到同步，就係逾越節之後第一個主日就係應該係復活嘅主日。
嗱，呢啲人係乜嘢啊？呢啲人喺歷史當中被稱為 Quartodeciman。乜嘢叫做 Quartodeciman 啊？呢個字就係14嘅意思，就係14派。咁你話點解叫佢哋做14派啊？因為逾越節係喺處猶太人嘅尼散月正月14日。出埃及記嘅12章第6節同埋14節話，羔羊要留到本月嘅14日，在黃昏嘅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你們要紀念這日，守為耶和華嘅節，作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嘅定例。喺利未記嘅23章第5節話，正月14日黃昏嘅時候是耶和華嘅逾越節。有冇見到啊？所以呢批人係叫做14派。喺住公元嘅115年至到公元嘅125年開始，羅馬教會開始有啲紛爭，因為羅馬教會唔係喺住逾越節之後嘅第一個星期日嚟到慶祝復活節，所以係開始有紛爭。嗱，基督教嘅歷史學家優西比烏斯佢記載喺住公元嘅154年，波利卡普佢走去訪問羅馬天主教，當時同主教嚟到見面，商談有關復活節嘅事，而達成咗協議。佢哋認為復活節應該喺逾越節嚟到係舉行。嗱，呢個唔單止係早期教會波利卡佢認為啱嘅事，外任紐亦都支持喺逾越節嚟到係慶祝復活節。但係好可惜，去到公元嘅325年尼西亞會議嘅時候，14派係失去咗佢哋嘅影響力。會議決定唔再喺逾越節嚟到舉行復活節，甚至佢哋認為永遠唔應該喺逾越節嚟到慶祝復活節。佢哋裁定應該喺說春分後，嗱，春分係乜嘢啊？係大概3月21日嘅前後，喺春分後嘅第一個滿月後嘅星期日定為復活節。嗱，最重要嘅就係，若果逾越節同埋佢哋所定嘅復活節啱啱碰巧喺同一日呢，佢哋話將復活節再褪後一個禮拜，就係有意將逾越節同埋復活節嚟到分開。當然今時今日我哋唔係有意走去分開逾越節同埋復活節，但係喺樹春分後第一個滿月後嘅星期日嚟到慶祝復活節已經變成一個傳統。呢個亦都係原因點解今日我哋慶祝復活節係4月20日，但係猶太人嘅逾越節呢，已經係喺上個禮拜4月12號嘅星期六嘅下晝6點鐘開始咗逾越節。有冇見到啊？而家今時今日復活節同埋逾越節都係分開。嗱，當時嗰啲14派就係尼西亞會議嘅時候，若果佢哋堅持一定要喺逾越節嚟到舉行復活節，佢哋將會係被逐出教會。嗱，呢個就係俾我哋見到事情嘅重要性。嗱，咁你問點解有呢啲人唔希望喺住逾越節嚟到舉行復活節啊？因為佢哋憎恨猶太人，佢哋認為係猶太人將耶穌基督釘死喺十字架嘅上高。嗱，根據基督教嘅歷史學家優西比烏斯，佢作咗一部書叫做《君士但丁傳》，就係記載君士但丁呢位羅馬王佢嘅作為。喺呢部書入邊，佢引用咗君士但丁嘅話，講乜嘢啊？在慶祝這個至聖嘅節日時，我們不值得去效法猶太人嘅做法，他們被罪玷污了他們嘅手，因此他們應該遭受靈裡盲目嘅折磨。所以讓我們與可憎嘅猶太人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因為我們從救主那裡領受了一條不同嘅路。所以我哋見到點解唔喺逾越節慶祝復活節，
就係有好多人好憎恨猶太人，好不幸到今時今日，我可以話俾你聽，有好多甚至教會牧師都係一樣憎恨猶太人。其實我哋唔應該咁做。仲有，我哋真係應該喺度逾越節嚟到慶祝復活節。嗱，我解釋咗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唔喺逾越節舉行復活節。第二個問題呢，復活節係咪源於俗世嘅節日？甚至有人話復活節係源於邪教嘅節日。嗱，係同一位王，羅馬王君士但丁，佢下令將復活節一個聖潔嘅節日嚟到代替一個唔聖潔嘅節日，就係俗世嘅節日。嗱，呢個被代替嘅節日係乜嘢啊？叫做 Ishtar。呢一個節日係始創於亞述國同埋巴比倫。記唔記得我上次同大家話巴比倫係所有邪教嘅發源地？嗱，呢一個咁樣俗世嘅節日就係慶祝性愛生育女神，就係呢個節日。嗱，咁復活節係咪源於呢個節日啊？唔係，只不過係君士但丁用一個聖潔嘅節日復活節嚟到代替呢個唔聖潔嘅節日，所以唔係話源於呢個唔聖潔嘅節日。明唔明白？聖誕節其實都係好相似，都係早期教會用一個聖潔嘅節日，耶穌基督嘅生日嚟到代替一個唔聖潔嘅節日。嗱，呢一個我喺書另外一篇度叫做日月星宿都傳揚基督嘅救恩，係講咗有關聖誕節。如果你中意嘅，你可以走翻去聽呢篇度。今日我係講復活節。嗱，有人話喂，牧師你仲狡辯？復活節有復活蛋，有兔仔，喂，呢啲都係代表生育茂盛嘅意思，你仲話唔係源於邪教？但係若果你調查一下嘅話，你會發覺原來復活蛋同埋兔仔啊呢啲都係18世紀由德國嘅移民，佢哋嚟咗美國 Pennsylvania 呢個地方，係佢哋發起喺復活節嚟到用兔仔復活蛋嚟到慶祝復活節。佢哋會叫啲細佬哥嚟到建造一啲兔仔嘅巢，同埋象徵會生啲蛋出嚟。嗱，呢個就成為佢哋復活節慶祝嘅事。嗱，佢哋叫呢個做乜嘢啊？ Oyster Hearts。嗱，喺住復活節，佢哋仲會送朱古力糖啊，或者係有啲禮物俾啲細佬哥，仲有好多彩色嘅籃嚟到係代替兔仔嘅巢穴。嗱，呢啲唔係源於邪教，呢啲只不過係18世紀德國嘅嗰啲移民嘅人係佢哋做出嚟慶祝復活節。所以又解釋咗第二個問題，就係復活節係咪源於邪教，源於俗世嘅節日啊？唔係，一個聖潔嘅節日代替咗一個唔聖潔嘅節日。嗱，仲有第三個問題咧，耶穌基督嘅死係咪一個悲劇？嗱，好不幸喺度2004年有一出戲，相信大家都睇過，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係嘛？Mel Gibson 大家都睇過。嗱，呢出戲可以講得好成功咁樣描述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嘅情形，非常之嘅殘酷。見到耶穌基督係被虐待、被釘十字架，係嘛？嗱，呢出戲成功嘅地方就係佢能夠影出十字架嘅情景係非常之嘅出色，令到人非常之嘅感動。嗱，呢個係呢出戲成功嘅地方，但係亦都有一個缺點係乜嘢啊？就係俾人一個印象，好似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係一個悲劇。嗱，呢個係呢出戲嘅短處。嗱，當然當時喺度十字架腳下，耶穌基督嘅門徒，佢嘅朋友，可能佢哋真係認為啊，佢哋嘅主、佢哋嘅老師、佢哋嘅朋友死咗啦，而家係要征服羅馬帝國嘅希望咧，完全冇晒，破滅晒。可能對佢哋嚟講係好失望，但係其實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戰勝死亡係一個成功嚟噶，唔係一個失敗。
當佢第三天復活嘅時候，仲係完全嘅勝利，俾我哋每一個接受佢嘅人都有永生嘅盼望。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榮耀，係一個勝利，而唔係一個悲劇。嗱，呢一出戲另外一個短處，一個缺點係乜嘢啊？就係冇清楚交代耶穌基督嘅身份。嗱，可能 Mel Gibson 認為睇呢出戲嘅人都已經明白，都已經知道耶穌基督嘅身份係乜嘢，但係亦都有好多教外嘅人未接受耶穌基督嘅人去睇嘅。佢哋睇咗之後，可能就認為，哇，耶穌基督不過係一個人，俾人活生生釘死喺十字架上，係一個悲劇，非常之嘅可惜。但係佢哋唔知道，原來係神係造物者自己為我哋嚟到釘十字架。嗱，所以我哋睇呢出戲嘅時候，我哋要好小心，要注意兩點。第一就係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唔係一個悲劇，而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成功，係一個光榮，係一個榮耀，俾我哋每一個接受佢嘅人都能夠有永生嘅盼望。而第二點呢，就係永生神自己道成肉身嚟到世上，為我哋嚟到係釘十字架。嗱，仲有第四個問題，聖餐係咪源於最後嘅晚餐？嗱，聖餐的確可以講得係源於最後嘅晚餐，但係聖餐嘅杯同埋餅嘅預像，其實喺聖經入邊一早就出現，遠遠係早過最後嘅晚餐。咁你話杯同埋餅有啲咩嘅預像啊？喺創世紀嘅14章，記唔記得有一個祭司叫做麥基洗德啊？佢早喺創世紀嘅14章18節已經帶住杯同埋餅嚟到揾亞伯拉罕，所以杯同埋餅嘅預像一早喺創世紀就出現。仲有第二呢，記唔記得喺創世紀嘅第40章，約瑟佢係被人誣告入獄，喺獄中仲有啲乜嘢人啊？法老王嘅酒政同埋膳長同佢一齊坐監。酒政發咗個咩夢啊？佢揸住法老王嘅杯，然後有3支嘅枝子開花結果，有葡萄滴汁落去呢隻杯入邊，呢個就係杯嘅預像。仲有嗰個膳長呢？個膳長發夢發到自己嘅頭上頂住3籃嘅餅，有雀仔走嚟食咗嗰啲餅。嗱，所以我哋見到杯同埋餅嘅預像一早嘅創世紀就有。咁你話新約呢？耶穌基督嘅神蹟，第一個神蹟係乜嘢啊？喺迦拿將水變酒，約翰福音嘅第2章，呢個就係同埋杯係有連帶關係。變餅呢，喺約翰福音嘅第6章，5餅2魚變好多嘅餅出嚟俾人食。所以我哋見到杯同埋餅嘅預像係連貫所有新舊約。所以雖然聖餐係源於最後嘅晚餐，但係呢個預像一早就有。嗱，當耶穌基督主持最後嘅晚餐嘅時候，逾越節嘅晚餐，佢係攞起杯嚟祝謝。根據猶太人嘅傳統，喺逾越節嘅晚餐一共係有4隻杯。點解會有4隻杯啊？最初係出於出埃及記嘅25章第34節，話金燈台嘅上高係有4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所以呢4隻杯最初係源於金燈台上高係有4隻杯。而猶太人注意到出埃及記嘅第6章6至到7節係有4個我要。記唔記得逾越節就係紀念神帶領佢哋出埃及？所以當佢哋讀出埃及記6章6至到7節，佢哋注意到有4個我要。嗱，呢4個我要就俾佢哋認為係由4隻杯嚟到係代替。嗱，經文喺出埃及記嘅6章6至到7節話，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把你們從埃及人
那裏救出來。嗱，呢個係第一個我要，係救佢哋出埃及。第二個我要呢，喺和合本冇譯到，但係喺原文有。我要喺重擔底下救出你哋，呢個係第二個，救佢哋出捆綁。第三個我要呢，我要拯救你們脫離他們嘅奴役，用伸出來嘅膀臂，並藉着嚴厲嘅刑罰來救贖你們。有冇見到救贖呢個字啊？所以猶太人嘅傳統認為第三隻杯就係救贖嘅杯，而第四隻杯呢，我要以你們作我嘅人民，我也要作你們嘅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嘅神。耶穌基督喺最後嘅晚餐，喺馬太福音嘅26章29節，佢話：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佢係停咗喺樹第三隻杯。點解停喺第三隻杯啊？第一隻杯係乜嘢啊？救你哋脫離埃及，發生咗未啊？呢件事已經發生咗。第二隻杯，救你哋脫離捆綁，出埃及唔再做奴隸，發生咗未啊？亦都發生咗。第三隻杯就係我哋領受主餐嘅時候，我時時話耶穌基督話呢個係我嘅血，為你哋立嘅新約。我頭先話第三隻杯係救贖嘅杯，所以耶穌基督就攞起呢隻杯嚟同以色列人嚟到立約，呢個就係第三隻杯。咁點解佢停咗喺第三隻啊？你睇下第四隻杯講乜嘢？以色列人要作我嘅人民，我也要作你們嘅神。以色列人接受咗耶穌基督未啊？未接受耶穌基督。佢哋要幾時先至接受耶穌基督啊？要經過7年嘅大災難，然後佢哋先至會接受。嗱，呢個就係我好快就會同大家講羅馬書嘅第9章至到第11章，就係講到有一日以色列人係會翻嚟，係會回轉頭，係會接受耶穌基督。當佢哋接受耶穌基督，經過呢7年嘅災難，就會點啊？進入千禧年國。耶穌基督同佢哋話，喺嗰度我會同你哋飲呢隻杯，就係第四隻杯。我哋都好向往同耶穌基督一齊喺千禧年國嚟到係飲呢隻杯。嗱，講咗4個問題噶咯。第5個問題係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究竟係星期4定係星期5？嗱，我記得我同大家講但以理書嘅系列，曾經講過但以理書嘅第9章70個7，你可以計算到耶穌基督騎住驢駒子進入耶路撒冷城，係喺樹公元嘅33年嘅3月30日，騎住驢駒子進入耶路撒冷城。喂，你話點計啊？嗱，我唔會喺呢度再計一次啊！我喺樹講但以理書嘅第69個7呢一篇道。係講得好清楚，所以你要知道點樣計，你可以走去聽翻我但以理書系列第69個7呢一篇道，準確到係嗰一日佢進入耶路撒冷城，就係公元嘅33年3月30日，真係好神奇。就係猶太人嘅尼散月第10日，正月第10日，嗰日係星期一，然後喺嗰個星期5。就係4月3號，公元嘅4月3號，或者係猶太人嘅日曆尼散月嘅14日，佢為我哋釘十字架。嗰一日係星期5 ，Good Friday， 星期5。然後咧喺度跟住嘅主日就係咩日子話？初熟果子節係嘛？就係耶穌基督復活嘅日子，佢係我哋初熟嘅果子。所以佢係4月3號禮拜5為我哋釘十字架，佢係4月5號星期日復活。問題就嚟咯噃，有經文話耶穌基督3日3夜在地裏頭，馬太福音嘅12章40節，
耶穌基督話：約拿3日3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3日3夜在地裏頭。4月3日釘十字架，4月5號復活，邊度嚟3日3夜啊？你問。所以有好多嘅解經家，佢哋嘅解釋係乜嘢啊？耶穌基督係禮拜4釘十字架，而唔係禮拜5。嗱，我今日就要解釋點解耶穌基督真係喺樹禮拜5釘十字架。原來根據猶太人嘅塔木德，就係猶太人律法實踐嘅經典啊！呢個係猶太人嘅經典著作，對於白日同埋黑夜有佢哋嘅定義，叫做 Ona。Ona 講乜嘢啊？一日嘅部分能夠係視為一整體，部分嘅一日能夠成為一整體。所以耶穌基督係星期5嘅後半日釘十字架，雖然係部分可以視為一日，呢個係 Ona 話俾我哋聽。第6日佢係全日喺樹地裏頭，係被埋葬喺墳墓入邊。而第3日呢，佢係早晨復活，但係根據猶太人嘅 Ona， 呢個亦都可以係講係一整日。呢個係猶太人嘅經典所講。嗱，有人話：喂，牧師，你講啲嘢真係好牽強喎，有冇聖經根據噶？你就話 Ona 啫，Ona 唔喺聖經入邊嘅。咦？如果你認識我嘅話，你會知道我講到我係好着重聖經嘅根據，聖經嘅經典嘅，的確係有喺以斯帖記嘅4章16節，以斯帖叫末底改勸猶太人要為佢禁食3日3夜，不吃不喝，準備以斯帖嚟到係見波斯王，為佢嚟到禱告，為佢嚟到禁食。而喺書以斯帖記嘅5章1節點講啊？第3天，以斯帖穿上朝服，站在皇宮嘅內院啊。照我哋嘅諗法，3日3夜就要去到第4日，以斯帖先至去見波斯王噶啦。但係經文係咪咁講啊？經文唔係咁講。經文話第3日嗰日都未過去，以斯帖已經去見波斯王。所以絕對係有聖經嘅根據。所以耶穌基督係星期5釘十字架嗰日嘅夜晚被埋葬，然後禮拜6成日喺樹墳墓裏面，第3日佢係朝頭早復活。係咪3日3夜啊？絕對係，因為猶太人對於一日嘅定義，佢絕對係3日3夜喺地裏頭。嗱，解釋咗5個問題，第6個問題咧，耶穌基督嘅死同埋復活，究竟邊個喺處掌權？嗱，我哋睇咗 Mel Gibson 嗰出戲，好容易就有個印象吓，就係點樣啊？耶穌基督嘅死係一個悲劇，係嘛？非常之個無奈，係完全都俾人擺布。但係福音書唔係咁話俾我哋聽。福音書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全部嘅過程，佢都喺處掌權。喂，佢點樣掌權啊？你問，首先就係佢被處死嘅方式係佢掌權。耶穌基督被處死嘅罪名係乜嘢啊？係褻瀆神啊！佢話佢自己係神嘅兒子啊嘛。猶太人都知道一個仔同佢嘅爸爸係一樣嘅。當耶穌基督話我係神嘅兒子，佢係話自己係神，佢係話自己與神同等。嗱，呢個對猶太人嚟講係褻瀆神。你發覺耶穌基督話佢係神嘅兒子，猶太人就會點啊？搵石頭要抌死佢，因為褻瀆神喺聖經入邊利未記嘅24章講得好清楚，褻瀆神嘅罪名係要俾石頭嚟到係抌死。但係當猶太人要搵石頭嚟到抌耶穌基督嘅話，每一次佢都輕而易舉咁走甩咗，因為時間未到，時間方式全部掌握喺耶穌基督嘅手上，時間未到，而呢一個方法亦都唔係佢應該處死嘅方法。咁你話應該係乜嘢嘅方法啊？喺聖經入邊喺舊約就已經講得好清楚，
詩篇嘅22篇點講啊？就係俾我哋見到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嘅情形。經文話，他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篇嘅22篇第6節。然後22篇嘅16節呢，他們扎了我嘅手，我嘅腳。乜嘢叫做扎了耶穌基督嘅手，耶穌基督嘅腳啊？扎呢個字就係刺穿嘅意思啊！呢個係講緊耶穌基督釘十字架。而喺撒迦利亞書入邊，撒迦利亞先知亦都預言喺撒迦利亞書嘅12章10節，話猶太人喺末世將會仰望耶穌基督，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他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他受苦，如喪長子。呢度又講啊，係他們所扎的，係佢哋將耶穌基督釘死喺十字架上。所以好清楚喺舊約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處死嘅方法係乜嘢啊？係釘十字架。而耶穌基督自己都預言，就係我哋今日嘅經文馬太福音嘅26章第2節，耶穌話：你們知道過2天是逾越節，人子要被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非常之嘅清楚。而喺書約翰福音嘅3章14節，耶穌俾咗一個預象，一個 image。嗱，呢度就唔係好清楚，但係若果我哋明白呢一個預象嘅話，就毫無疑問。經文講乜嘢啊？約翰福音嘅3章14節，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講緊民數記嘅第21章。當以色列人犯罪，神就派火蛇嚟到咬以色列人。但係當佢哋向神呼求呢，神就叫摩西喺曠野立起銅蛇嘅像。任何人啊向住呢個像仰望呢個像嘅話，都能夠得到醫治。耶穌基督話呢個就係我嘅預象。問題嚟咯，銅蛇代表乜嘢啊？蛇喺舊約代表係罪，銅呢係代表審判，所以獻祭嘅壇係用銅做噶，銅係代表審判。咁你話耶穌基督釘十字架，耶穌基督點會變咗罪？點會變咗審判喺佢嘅身上啊？你睇埋哥林多後書嘅5章21節，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當耶穌基督攬晒我哋嘅罪上身嘅時候，佢就成為罪。保羅話俾我哋聽，審判係咪喺度嘅身上啊？佢話我哋釘十字架，絕對係。佢就變成咗嗰條銅蛇。所以耶穌基督話：昔日摩西點樣喺曠野舉蛇，人子一樣係會被舉起來。有冇見到被處死嘅方式完全喺耶穌基督喺神嘅手裏掌權？仲有時間呢？其實耶穌基督嘅敵人根本唔想喺逾越節嚟到殺死佢。我哋點知道啊？馬太福音嘅26章3至到5節，那時祭司長和民間嘅長老聚集在大祭司稱為該亞法嘅院裏，大家商議要用詭計拿住耶穌殺他，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間生亂。逾越節係一個好大嘅節日，所有以色列嘅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嚟到係敬拜。當耶穌基督騎住驢駒子進入耶路撒冷城嘅時候，佢得到莫大嘅歡迎。嗰啲猶太人嘅領袖都好驚，咁多人歡迎佢，如果我哋喺度逾越節嘅節日嚟到殺死佢嘅話，恐怕民間生亂啊！恐怕會有騷動，所以佢哋根本唔想喺逾越節嚟到係殺死耶穌基督。猶大呢，亦都冇預備喺處逾越節嚟到出賣耶穌基督。喺處馬太福音嘅26章14至到16節，話當下12門徒裏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去見祭司長說：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給了他30塊錢。從那時候他就找機會要把耶穌交給他們。
佢淨係想揾機會嚟到出賣耶穌基督，佢唔係話想喺逾越節嚟到出賣佢嘅主。咁你話點解耶穌基督喺逾越節釘十字架？因為一切控制喺耶穌基督嘅手裏面。喺住最後嘅晚餐，佢宣布有人出賣佢。馬太福音嘅26章第20至到21節，到了晚上，耶穌和12個門徒坐席，正吃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賣我了。耶穌宣布門徒當中有一個係要出賣佢。嗰啲門徒個個驚到，你望我，我望你，個個都問係咪我啊？係咪我啊？耶穌點樣回答啊？佢話：同我暫守在這盤子裏的，就是他要賣我。當時係邊個暫守喺盤入邊同耶穌基督一齊啊？係猶大。所以猶大即刻問佢話：拉比，是我嗎？耶穌基督話：你說的是。喺約翰福音嘅13章27節，猶大吃了之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穌便對他說：你所作的，快作吧。有冇見到一切控制喺耶穌基督嘅手裏面？佢宣布有人要出賣佢，佢係逼猶大嚟到採取行動。猶大已經係決定係要出賣耶穌基督，但係幾時出賣係控制喺耶穌基督嘅手裏面。佢使到猶大嘅身份暴露，冇辦法唔立刻採取行動。嗱，仲有呢，俾我哋見到一切掌握喺耶穌基督嘅手裏面。當官兵嚟到捉耶穌基督，佢哋問誰是拿撒勒人耶穌基督？耶穌話：我就是。佢哋立刻點樣啊？都退後倒在地上。約翰福音嘅18章第6節。當時彼得抽刀出嚟斬咗其中一個士兵嘅耳仔。耶穌基督點同佢講啊？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叫我父現在為我差遣12營多天使來麼？馬太福音嘅26章52至到53節，係耶穌基督自願被捕，係耶穌基督自願釘十字架。方式、時間控制喺佢手裏面。仲有呢，連釘十字架嘅過程都係控制喺耶穌基督嘅手裏面。點解我咁講啊？因為釘十字架嗰日係逾越節，第二日就係安息日，唔能夠係喺十架上仍然掛住屍體嘅，唔可以噶喺安息日。所以上頭就叫士兵，你哋去打斷嗰啲犯人嘅腳，咁佢哋就會快啲死。點解啊？原來釘十字架係非常非常之嘅痛楚。我頭先講過，全部你嘅力都係坐喺隻腳嗰度。嗱，當你嘅身體係低過你兩隻手，嗰啲犯人因為失血過多，唔可以唞氣嘅，唞唔到氣。佢哋要點做啊？揾隻腳撐起自己，到你嘅身體同埋你兩隻手嘅高度一樣嘅時候，你可以唞一口氣，然後你又跌翻落嚟。所以你釘十字架嘅時候，你不斷見到呢啲囚犯係用隻腳撐高自己唞氣，然後跌翻落嚟，係好殘忍嘅一個死刑嚟。若果係打斷你隻腳，你能唔能夠再撐你自己啊？唔能夠啊，所以係快啲死。所以當士兵嚟到見到耶穌基督已經死咗，呢個士兵就刺穿耶穌基督嘅肋旁。經文話有水同埋血流出嚟。我聽過有一個醫生曾經講，一個人死咗之後，佢嘅血漿就會分開，變成水同埋血兩部分。所以變咗水同埋血就證明呢個人已經係死咗。而當佢死咗之後，仲需唔需要打斷佢隻腳啊？唔需要啦，係嘛？嗱，點解呢件事咁重要啊？約翰福音嘅19章36節。這些事成了，為要應驗經上嘅話說，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你話有咩經文啊？出埃及記嘅12章46節，同埋民數記嘅9章12節都話，羊羔嘅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喺詩篇嘅34篇第20節，又保存他一身嘅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所以我哋見到耶穌基督嘅釘十字架，無論係方式、時間、過程，全部控制喺耶穌基督嘅手裏面。嗱，最後同大家睇一睇，就係最後一個問題。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七言，我哋聽得好多，究竟呢七言係邊七句呢？首先第一句就係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嘅23章第34節。嗱，耶穌基督所講嘅他們不曉得，當然係講緊當時嘅猶太人將佢釘死喺十字架上，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但係呢句話亦都係同我哋每一個人講嘅噃。我哋曾經講過，我哋每一個人生出嚟就係犯咗誤殺罪，係我哋嘅罪將耶穌基督釘死喺十字架上。但每一個人生出嚟嘅時候都唔知道㗎，係嘛？我哋每一個人生出嚟都係犯咗誤殺罪。仲有第二句呢，耶穌基督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你今日就要同我在樂園裏了。路加福音嘅23章43節。記唔記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講，耶穌基督曾經係落陰間，將陰間嘅義人全部救晒上天堂。而家陰間留翻嚟嘅就係不義嘅人。嗱，所以耶穌基督之後，所有喺主內死咗嘅人都立刻我哋嘅靈魂係與神同在。嗱，我相信呢一個大道就係第一個啊，耶穌基督同佢講嘅呢句話：你今日就要與我在樂園了。我相信呢個大道係第一個，立刻去到天堂。仲有第三句話呢，耶穌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門徒說：看你的母親。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將佢嘅媽媽瑪利亞交託俾門徒。呢個門徒係邊個啊？係使徒約翰。仲有第四句呢，第四句係耶穌基督大聲喊着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呢句話翻出嚟就係：我嘅神，我嘅神，你為何離棄我？喺馬太福音嘅27章46節，馬可嘅15章34，詩篇嘅21篇1節都係咁講。記唔記得耶穌基督喺客西馬尼園禱告，佢個汗好似血咁樣滴喺個地下度，佢好驚，佢驚乜嘢啊？就係佢知道有一日，當佢釘十字架嘅時候，攬晒我哋嘅罪上身，有一個時刻就係宇宙天地間唯一嘅時刻，佢同佢嘅天父將會有隔離。就係當佢攬晒我哋嘅罪上身，天父唔能夠正面望佢一眼，呢個係令到佢係好傷心，令到佢係好懼怕嘅一件事。仲有第五言呢，就係耶穌知道各樣嘅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嘅話應驗，就說我渴了。經上邊句話預言佢會話我渴了啊？係詩篇嘅69篇第21節。而第六句話呢，就係當佢話我渴了，有士兵俾醋佢飲，飲咗之後佢就話成了。約翰福音嘅19章第30節，呢句話好重要喎。乜嘢成了啊？佢死亡啊？唔係，佢完成咗救贖啊，係佢一個人完成晒救贖。所以我時時都話，有任何人或者有任何嘅教義話你聽，耶穌基督所做嘅唔夠好啊，你仲要做第二啲嘢，你先至能夠得救。呢個肯定就係異教，肯定就係異端嚟。耶穌基督成全咗救贖，佢話成了，一切都完成晒，就係佢完成咗救贖。仲有最後呢，耶穌基督大聲喊着說：天父，我將我嘅靈魂交在你嘅手裏。說了這話，氣就斷了。路加福音嘅23章46節。嗱，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七言。嗱，今日同大家講咗一共係有7個問題，係嘛？除咗嗰個七言，我哋唔需要重溫，我哋可以嚟睇睇其他嗰6樣。
究竟我哋學到啲乜嘢？第一，復活節點解唔同逾越節喺埋一日啊？因為有好多人憎恨猶太人，其實復活節的確應該係喺住逾越節嚟到係舉行。第二呢，復活節係咪源於俗世嘅節日，甚至係邪教嘅節日啊？唔係，只不過係揾一個聖潔嘅節日嚟到代替一個唔聖潔嘅節日。仲有第三，耶穌基督嘅死係咪一個悲劇啊？絕對唔係悲劇啦，係嘛？耶穌基督嘅死唔係悲劇，係一個勝利，佢戰勝咗死亡。當佢復活嘅時候，仲俾我哋有永生嘅盼望。呢個絕對係莫大嘅勝利，係榮耀。仲有第四呢，聖餐係咪源於最後嘅晚餐？係，但係杯同埋餅嘅預象喺聖經入邊一早就有，遠遠早過最後嘅晚餐。仲有第五呢，耶穌基督係禮拜四定係禮拜五釘十字架？係禮拜五。根據猶太人對於一日嘅定義 ，Ona 部分嘅一日都係一日，所以佢的確係3日3夜在地裏頭。仲有第六，耶穌基督嘅死同埋復活，邊個喺處掌權啊？耶穌基督喺處掌權，無論係佢受死嘅方法、時間、過程，甚至地點啊，我冇講到地點。記唔記得我開始嘅時候講過亞伯拉罕獻以撒係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嘅預象啊？個地點都喺同一個地方，就俾我哋見到一切都掌握喺神嘅手裏面。願神祝福佢自己嘅話語，感謝神今日係復活節，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係俾我哋係有你嘅話語，感謝你俾我哋今日係復活節。你2000年前差派你嘅獨生子嚟到世上，為我哋釘十字架，以致接受你嘅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願意我哋每一個你嘅兒女喺呢個成聖嘅路上，繼續持守呢個杯同埋餅。願意當你翻嚟嘅時候，都能夠稱我哋為忠心良善嘅僕人，將一切嘅榮耀頌讚都歸俾你。我哋咁樣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